这无了诸佛在讲，你们已经菩萨啦，要好好修持，还要不会周身，还要度化。点不有诸佛身，还有其他的众生，还有什么菩萨要加强加油，好好修持自己，养众能用的力有高都在讲。但是我讲的以后的因素啊，空性这个来写哦，你到底这个公务啊，但是因果农场这样。啊，无啦，我係而家我教我中國教嘅冇咁多啦，啊，自然後嘅咧，即係生活啊，呢種教我，咁我知啊，即係而家教咯，應該係都教啦哦，都教咯，聽無咧，睇幫助你嚇，真係唔知啊，我聽過啦，做啲教我叫啦，點樣幫你嚇，我都唔係點樣叫咧。那那些在开会包括我们怎么教，那你看这话，他现在这样都教我，这个好好的菜啊，比较保证很多旅游啊，做这样的产所以说那同学不用啊，那很多东西都。感谢共享支持的请大力鞠躬，坤大力鞠躬，311人内参加。再来，请咱青花刚刚那创新花。